國民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李樹川翕一影片，小解三重埔的滷肉飯。李樹川佇影片中是講三重，所以真儕人在討論講安怎講才正確。那麼來聽台語專家安怎講。這個三重上好食的滷肉飯，無食滷肉飯就是無來三重。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樹川拍一個影片介紹有名的滷肉飯，說因為地號名在台語愛講三重還是三重埔，引起大眾在討論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。實際來到捷運站聽站名的台語報音安怎講？捷運站名報音有像三重國小講三重，也有人講三重埔的。其實這兩種講法，台語專家表示攏有人講，而且在地嘛有人講三重埔的。這個發音對台灣歷史上第一份報紙1915年的台灣教會公報都有記錄。有人寫教字，改講做三重，你若講三重埔是較算偏傳就。另外在地人，我嘛有聽過講，我問講你住佗，伊講伊住三重埔，一般就是講一片較寬、較大片的土地，攏會叫做埔啦。另外，有人甲三重埔講做三重埔的，有學者解說講，這是語言學內底主音刀弱化變做老的現象，所以醫療嘛有真儕人講醫療。那地號名研究員是表示，其實三重埔是照開墾發展的順序號名的，所以講有頭重埔、二重埔甲三重埔，在清朝甲日本時代的古地圖攏有記錄。那三重埔會有三重的講法，是日本時代行政區改制的影響。應該是清朝的時陣啊，漢人開始開墾這個淡水河西化，頭一個開墾的所在就是即馬咱新莊的頭重埔，過來就有二重埔嘛，尾啊就是三重埔。三重這個名是日本時代大正9年的時陣，因為迄當時有一個行政區的改制，做者迄個新的地號名就是迄個時陣出來。比如講三重埔就叫改做三重，還是講邦橋叫改做班橋。研究員表示，地號名的講法會因為政治歷史的影響有無共款的改變，語言嘛有競爭的現象，所以有的較儕人知，有的較少人講。地號名可能唔那一款講法。研究員嘛呼籲名種主人要需要尊重在地人的講法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新北報道。